商福與你飛越職場，同你飛越各行各業，同你一齊揾出72行嘅狀元，探索佢哋背後嘅故事。Hello， 大家好，商福與你飛越職場又同大家見面啦。咁呢，我哋今年72行，行行出狀元，就今日請到嘉賓呢，Ava。你好，飛牧師。係啊，咁 Ava 咧係從事 software engineering 嘅行業嘅，咁佢而家係間公司咧係Spirit Technology Consultants 嘅。咁究竟呢間公司做啲咩嘅咧？不如問下佢先嚇，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個工作啊？係 Ava 啊。我做緊軟件工程，咁嗰間公司咧係我2021年開嘅，咁就係做IT consulting，咁個中文名咧就叫靈感創科。咁就係用科技去幫助唔同行業做一啲軟件嘅開發，咁呢個係主要業務啦。個名好特別喎，即係你係即係用個 spirit 呢個字嚟開始 spirit 即係靈啦嚇，或者你所講嘅即係同神嘅關係嘅聖靈啦。咁同科技好似一般人咧好難將兩樣排埋一齊。咁你間公司點樣結合呢兩樣嘢嘅咧？係本身 spirit 呢個字咧就可以解做靈魂啦、神嘅靈啦、人嘅靈啦。咁我係基督徒啦，咁喺我內心深處呢個 spirit 咧就經常提醒我呢個公司名咧就係 Holy Spirit。咁咧spirit 咧仲有靈感啦，咁所以我譯中文嘅時候咧我覺得整個軟件出嚟咧係要有靈魂嘅、有生命嘅咁樣樣，咁咧就可以幫助到唔同嘅人啦。咁所以咧我就用到靈感呢個字。咁而我要點樣整呢個軟件出嚟咧？我好希望可以聖靈俾啲 idea 我啦，同埋做到有個質素啦、卓越啦、合乎聖經嘅教導啦。咁呢個就係我內心每一次做軟件開發嘅時候嘅一個核心原則啦。非常好啊！咁我想問下咧，就其實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咧？你依家呢個平台，你幫人哋去設計程式啦，點樣可以做到你頭先講嘅，即係關心人、關心社會，完成你嘅使命啊？即係我哋好多時咧唔識得將聖靈同埋你個即係技術咧擺埋一齊噶嘛。咁你個平台點樣可以幫到我哋咧？其實本身科技可以幫助人，咁我嘅業務主要係 IT consulting 啦，咁可以簡單講喺呢個軟件工程嘅行業咧，咁分唔同嘅唔同嘅 party， 咁咧可以係即係喺個公司入面 in-house， 即係個 IT department 入面做軟件開發啦。另外咧就係 software vendor， 就係咧嗰間公司咧係去唔同嘅行業、唔同嘅公司去睇下有一啲咩嘅軟件功能去幫佢哋去 deliver 做出嚟咁樣樣。咁咧我主要咧由我畢業開始咧就係一個軟件工程師啦。咁接觸嘅行業咧最多咧就係去咗金融行業。咁但係咧我做嘅 project 咧喺呢間公司咧，除咗金融行業咧，其他行業都有嘅。例如咧係啲健康行業啊，幫助啲老人家啊，或者係啲殘疾人士啊，咁我都做過相關嘅 project。簡單一啲嘅就可能係一個會計師公司佢嘅網頁要改一啲嘢，或者咧一啲金融機構想整一啲finance calculator 喺嗰度喺俾佢啲客人用咁。軟件工程咧就唔係論住某一啲軟件，所以係唔同你諗到係啲 software 去開發嘅嘢都可以做出嚟咁樣樣。咁即係承接頭先，即係我哋講係你點樣幫助到一啲嘅即係非牟利機構或者係啲嘅公司，去讓到你呢個嘅技術可以即係關心到人啊？可唔可以有具體係講下咧？軟件工程咧，而家即係唔同時候呢個行業都有啲浪潮嘅。簡單嚟講，譬如以前有啲即係 dotcom bubble 啊、科網股啊，嗰時就係啲網頁時代、互聯網。跟住而家咧就其實人工智能 AI 咁，可以用AI 咧去做一啲軟件嘅enhancement， 令到咧佢一啲嘅功能由冇變有，或者做好啲。咁係咯，呢個就係我哋叫做 vibe coding， 就係透過啲 AI agent 幫手寫一啲軟件。咁具體應用咧就唔同行業啦。我話我做得最耐咧就係金融行業啦，我做過銀行啦、保險啦、支付平台啦。咁咧其實就令到個交易快咗，
借錢快咗，咁其實幫到人，同埋咧譬如你轉啲錢嘅時候，我哋而家成日都唔用現金啦，咁可以幫手做到一啲防詐騙啊，或者係令到人哋唔會損失咗啲錢啊，咁呢啲咧都係背後可以喺啲軟件嘅 process 入面咧做得好啲，包括啲 cyber security 啦，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領域，就防止啲唔好嘅 hacker 啦去偷一啲資料啊，點樣保密啊？澳洲我哋好講呢個叫 OWASP Top 10，咁就譬如有10大要留意嘅一啲好容易俾人 hack 到嘅漏洞，咁喺成個軟件開發嘅時候咧，就會可以用呢啲方法去保障我哋個交易同埋金融借貸快咗，咁就做嗰個 project 就會快咗啦。咁啊，的確係㗎，即係而家科技咁發達啦。如果將啲科技能夠可以造福市民，可以幫助到係即係每個做生意啊都能夠流程順利咧，咁一個基督徒嘅價值觀好重要，能夠健康地咧，我哋點樣去使用呢個科技？同埋咧，我之前咧同你飲茶嘅時候咧，你有提過咧，就係而家啲軟件可以做到咧喺醫院裏邊咧，可以咧觀察到一個病人啊嘅身體狀況啊嚇，咁我又講下咧，即係各行各業都可以用科技去幫到人。咁本身軟件工程咧，可以論去唔同嘅行業嘅應用啦。簡單嚟講，一啲比較創意嘅關於健康嘅應用，譬如老人院，咁咧可以透過呢個大數據咧去分析一啲 pattern，譬如有啲 sensor 去睇到啲空氣粒子，咁突然間發現老人院喺嗰間房某一個位置，可能一啲空氣嘅粒子咧特別有個 pattern 喎，可能個老人家失禁，或者咧有一啲 motion sensor 去 check 到張床平時老人家正常每晚瞓覺淨係反即係喐3次咁樣擰轉身，而家變咗個 pattern 係每晚變7次喎咁樣，咁呢啲數據咧有個 pattern 出咗嚟嘅時候，就可能 locate 到成個老人院可能嗰個床位個冷氣特別凍啲喎咁樣，或者係個老人家健康有問題喎，咁可以針對性喺每個位究竟個老人院嗰個病人需要一啲咩嘅藥物治療啊？啲護士睇到啲數據嘅時候咧，就可以預早咧就去幫個老人家去 check 一啲嘢啦。哇！即係好現代華佗咁樣啊！即係咧把脈，即係喺個空氣啊咁睇嗰個老人家或者個病人嘅身體狀況，你已經可以好多嘅預防嚇，或者係適當嘅治療嚇。咁你又咁有心啦，我都認識你咧，就即係除咗係透過你嘅工作可以去即係活出基督徒嘅使命之外咧，我都知道咧，你無論處理家庭啊、你嘅工作啊，都好有熱誠嘅。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咧，你呢份嘅熱誠係嚟自邊度㗎？嚟自我嘅信仰啦，我高中就開始信主，咁唔同嘅階段都有唔同嘅學習。咁我睇聖經一開始唔明，到而家都唔明㗎。咁但係多咗好多方法去明。你都好努力地去學習喎，點樣？你最近讀咗啲咩課程啊？你講翻家庭先，咁家庭我讀聖經，我一開始嘅時候咧，我最想睇得明嘅就係雅歌，特別係結咗婚嘅時候喺教堂結婚好浪漫咁啊，跟住就想雅歌仲未睇明喎，翻屋企睇明佢先，睇極都唔明喎，跟住原來神學院有老師教，嗰時俾啲信徒有啲系統課程，跟住讀完，咦，原來聽完老師講就明多咗好多喎，咁我就開始想唔知雅歌喎，想明多啲喎，咁唔係淨係呢卷書睇唔明，其實有好多唔明。咁跟住咧就開始自己發現，讀多咗啦。咁嗰段時間又好自然流露嘅，就有一個喺香港嘅神學院有個 online 可以遙距讀嘅碩士課程。咁我所有嘅學位咧讀書咧，由幼稚園到碩士咧，全部都係香港嘅。咁我又知道我有好多基督徒嘅朋友喺嗰間神學院讀嘅喎，咁點解唔有系統啲讀整全一啲？咁讀完之後，咁咪有多個碩士咯咁樣樣。咁唔覺唔覺其實讀咗7年㗎咁樣。咁喺當中學咗好多關家庭嘅嘢啦，又點樣去對老婆好似雅歌嗰種愛啊，跟住而家有 BB 啊咁樣樣，有 BB。
我就上個禮拜同佢睇咗一套卡通片叫做God with Love， 好多地方都有嘅，免費，好似喺Prime Amazon Prime 嗰度有得睇。咁跟住咧我個仔講廣東話嘅，佢嘅母語佢嘅父語咧係廣東話，我老婆講普通話嘅咁樣。咁我就將英文嘅 God with us 直接翻譯咗，其實係講緊馬太福音，咁講俾我個仔聽啦。咁聽完之後佢就明耶穌喺度做緊啲乜啦。係，所以其實你睇到咧，即係神嘅話語對我哋即係一個生命幾咁緊要，即係完全可以去幫助我哋咧去有個好嘅價值觀，以至到咧就建立好自己人生啦、家庭關係啦，同埋工作嘅使命啦，揾到自己嘅目標，知道自己係邊個嚇。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生命好重要嘅一環嚇。咁所以即係塑造咗Alpha 即係呢一個本身呢一個嘅人啦，咁而且同埋佢個事工啦嚇，即係佢個生意啦，就係佢 Spirit Technology。咁希望神咧繼續使用佢呢間公司，造福更多嘅唔同嘅公司啦，咁建立呢個社會嚇，咁有個多啲嘅正能量。咁我哋咧雙福咧就係好多呢啲咁嘅故事啦，真人真事，咁點樣去活生生活出佢嘅即係見證。咁希望咧大家都支持我哋呢個節目啦，去點擊下邊嘅連結，收聽翻成個1個鐘頭嘅 version， 多啲了解全面，多啲了解 Alpha 去點樣活出佢信仰啦。咁我哋都多謝大家支持。如果你想參加我哋活動嘅，俾電話俾飛牧0430095865，咁繼續支持我哋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先，下次見，拜拜。商福與你飛越職場係由商福職場鹽光使團贊助播出。如果有任何詢問，歡迎致電0430095865，或者瀏覽我哋嘅網站 www.besaltandlight.org.au。